上诉予伊，大道无为民小民，知养之苦。地因有感念下土，祈祷虔诚，谨记台湾省。宜兰县寺庙经参研究学会全体无因性，影响紧随诚信不顺，运安多怪财生逼克，细沙行冲，准防迫下降因私意识。在京正式经坛，奉上真经宝忏，谦卑香花烛果，丹心强言，烈性尊神，自悲纳受，复察反正，得随天庭，切望心了福地。天因虽有地着方式，期解本分自在将，愿敬赞三观大地应感受风，成功妙德讲宣扬，好家定随讲，好济尊王。三元三品三观大帝，应感天尊总课，至心归命嘞，为三圣人来以太极，真修好家家之命，定阳无量品之宝，只为将伊动因总量公告，事后下罪改的。破济尊王道观诸天，皈依礼三宝。